你有冇試過明明預備好一切，但係喺計劃之外，突然間發生預期之外嘅事呢？當你諗住靠自己搞掂，最後發現需要嘅其實唔只係方法，而係一份同行嘅力量。今日我想同你分享一個神同我一齊走過嘅故事。咁我係一個冇乜方向感嘅人，英文又唔係好叻。有一日我 book 咗朝頭早9:20嘅牙醫，係我搬嚟呢度第一次去睇牙。咁當我book 好時間，腦入邊即刻諗，咁早我點去呢？ Google Maps？ 我好難睇得明㗎喎。所以我提早一晚就查下啲路線啦，決定行程。但係好快發現就算準備好，都唔代表一切順利喎，因為有啲事會臨場變化嘅。第二朝5:30醒咗，一查 Google Maps， 咦，冇巴士嘅。嗰刻我就知道啦，計劃之外，挑戰係開始咗啦。我冇放棄，6:45出門之前，我再睇 Google Maps， 發現有新路線喎。好，咁我就試下行呢條。7:10，我企喺巴士站，第一程巴士準時到，但落車之後先係真正嘅挑戰。對面有個巴士站，呢度又有個巴士站。到底邊個先啱呢？咁我就去問咗個年青人，佢就叫我去對面喎。不過對面嘅巴士站係冇任何指示牌嘅。我又問咗另一個女仔，佢又叫我返去原位。我企咗喺巴士站，跟住望到對面有個 K 巴士駛過，個心諗會唔會甩咗班呢？咁咪要我等好耐。5:20，我開始覺得焦急，但係我冇俾情緒帶走。我真誠咁禱告主，主啊，求你幫我冷靜落嚟，使我一步一步去思考，減低焦慮啊。禱告之後我心裏邊有句說話，放心，你唔會遲到嘅。我開始平靜，呢份平靜對我對成件事都係好重要嘅。之後我問咗兩個清潔叔叔嘅路線，佢哋雖然英文唔叻，但係佢哋好落力，仲跑去攔住架巴士問下個司機。佢哋嘅幫忙令我覺得好被鼓勵同埋被支持。最後嗰架 K 巴士嚟到啦，司機一開始就講唔係呢度搭，要過對面。但之後佢又話啦，你上車啦，如果唔係你等下一班要等30幾分鐘㗎。咁我梗係嗱嗱聲上車啦。成架巴士得我一個人，司機就直接將我載到目的地。本來我就諗住可能要 call Uber 嘅，但神就為我預備咗一架巴士，全程我一個人坐晒，載我去到診所。成件事我覺得好神奇同埋好開心。一去到診所睇下時間，我9:18喎，唔單止冇遲到，仲早到咗2分鐘添。成件事令我最感動嘅地方就係我盡咗自己嘅努力，但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我找住神，神又找住我。佢透過人，透過安慰嘅說話，透過出乎預期嘅安排，一步一步帶我行過。原來神蹟唔係話人唔使做嘢，而
而係當我哋盡晒一切嘅時候，神就加上佢嘅手，將件事做得更加完美啦。所以我鼓勵你，如果你遇到計劃之外嘅挑戰，唔使驚，唔好放棄，停一停，呼求神同你一齊同行，你就會發現佢有方法超過你預期，帶你去到你想去嘅地方。記住啊，神蹟奇事係屬於敬畏佢、信靠佢同埋願意同佢同行嘅人。今日呢，我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鍾意我嘅內容，請你 like、訂閱同埋 share 我嘅 channel 啦。多謝你收聽，下次再見。